48000弦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重要网站、展望、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弦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。
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。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
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三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意贤官3600圣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三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正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